這次押送有利地的遺物进京，吴应奇并没有派兵大张旗鼓押运，而是让手下的兵士全部都假扮成镖师，押镖进京。你看见了吧？那人叫石青红，是吴三桂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副将之一。我记住了。不过我们跟踪车队这几天，吴应奇一直躲在车上不肯露面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在平西王府的内线是亲眼看着他护队出发的。只不过傳聞這個吳二公子一向深居簡出，性情內向。這快下雨了，一會兒他們想必也要躲雨。前面有一處涼亭，不如我們先去守株待兔，看看這個吳應奇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角色。走。二公子，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没想到吴三桂这个大汉奸的兒子，居然長得一表人才。二位，赶快離開這裡！我家二公子要在這裡休息片刻。哼，這位鏢頭，這亭子又不是你們的私有之物，更何況是我們兄妹先到，你們後來，憑什麼趕我們出去？哎，石鏢頭，不得無禮。既然大家都在一個亭子裡避雨，那麼大家都是有緣人。這個亭子這麼大，我們各站一邊就好了。這位兄台，麻煩你也把劍收一下吧。石鏢頭言語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賠個不是。二公子，请。原来这吴二公子是個儒雅書生，那就容易對付了。
小心，慢點啊，慢點，慢點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用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。您帮帮忙吧！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。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2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，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庭中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，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来，快起来！我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来，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，慢点。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。慢点啊！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2人是要赶往何處？我们兄妹2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这一路上路途遥遠，盜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達。不瞞姑娘，我这一车貨物啊，也是趕往京城。若你們兄妹2人不嫌棄的話，我們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謝公子了。在下吳應奇，
家住昆明，敢問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待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尽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謝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进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產婦嗎？還一同見證了一個新生命的到來，這是多麼難得的緣分。來，乾，來。幾位客官，賞點錢吧。給。謝謝客官。幾位客官，小女子賣藝不易，賞點錢吧。拿去吧。謝謝這位大爺，謝謝這位大爺。爺，等會兒，爺給你這麼多錢，是讓你陪爺喝酒的。來，陪爺喝一個。我不會喝酒，我真的不會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罰酒啊！來，喝一個啊！公子爺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爺，公子爺，公子爺，我這孫女啊，我們就是賣藝，不陪酒啊，把錢還給人家。賞的銀兩我們無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爺打的賞，能往回收嗎？你個瞎老頭！我告訴你，今天我不但讓你的孫女陪酒，晚上我還讓她陪我過夜呢。使不得！去你的！過來過來，你管他幹什麼你？過來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調戲民女，還有沒有王法了？喲，這位姑娘，別看蒙着面。仔細一看，還挺水靈的嘛！啊，不錯不錯，正好他還沒。石镖頭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這樣吧。卑職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爺玩玩。留着幹什麼？給我殺！殺！快走！老人家，快起來！那些壞人都已經走了。哎呀，這把錢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沒想到今天毀於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將古琴給我看看，說不定我能修好。公子爺，你會修琴？實不相瞞，在下自幼學琴，所以對於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勞您了。
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。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須死，他死了，1號金鑰匙也不見了，吳三桂和朝廷之間必定會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做的話，會不會太不擇手段了？師姐，不要忘了我們的大業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婦人之仁。都给我精神着点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。哎。是不是？师姐，情况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镖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应奇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历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給京城權貴的禮物和雲南特產，都是很值錢的東西。他們就應該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們只是劫財，那咱們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把永歷帝的遺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況，只能我們先出手幫他們推敵。好，你先去那邊，我在這邊想辦法弄醒吳應奇，讓他說出永歷帝的遺物在哪個車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麼會在這兒？吳公子，有一幫盜賊正在劫鏢，我哥哥已經去協助拾鏢頭了。我看你在屋裡什麼東西都沒有，擔心你有什麼意外，所以就趕過來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勢眾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財物。不知你那幾車貨裡有什麼是需要我們重點保護的？有一車貨，萬萬不能有所閃失。我的頭好痛，
吴公子，那幫劫匪不僅劫財，還要放火燒了這客棧，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來。住手！住手！诸位好漢，你们不過是為了求財，又何必趕盡殺絕呢？我這幾車貨物裝的全都是值錢的金銀珠寶，你們盡可以帶走。不過我這最後一車貨物裝的東西雖然不值錢，卻對我來說有着特殊的意義。你們把這些金銀珠寶帶走，把這箱給我留下，如何？長江，二公子，讓他們走。錢財不過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殺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別追了，這三更半夜，荒山野嶺的，實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擔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俠仗義的江湖兒女，武功高強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內心卻不該如此的脆弱。況且一個人的容顏再美，也會逐漸老去。我們應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為皮相上的一點小瑕疵，就鬱鬱寡歡。姑娘若是不嫌棄，就用我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謝公子。姑娘，其實你只是一側的臉頰有一點小小的傷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輪廓卻是那麼的精緻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謝公子溫言開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並不是這臉上的傷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實你真正的傷痕源自你的心裡。姑娘，你如果相信我的話，不妨對我直言相告，我願與你一同分擔。我這臉上的傷，是9歲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纏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麼危急的情況下，你的爹爹沒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這說明在你爹爹心中愛你妹妹比較多，這不公平。
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，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。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傷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來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這個親生女兒還重要。這個打擊實在是太大了。謝謝吳公子這麼理解我，讓我說出了藏在心中這麼多年的心事。其實我平時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會恨自己。你居然會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應該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興嗎？你為什麼要如此的心胸狹隘？這不是心胸狹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除了聖人，每一個人處在你的位置，都會感到難過，感到悲傷。我也一樣。謝謝公子理解。聽你這麼一說，我心裡好受多了。其實，我爹爹是一代名醫，他有個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膚膏，治好我臉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藥材太過於珍貴難得，所以才一直沒有配出來。都需要哪些藥材？你能不能告訴我？說不定我可以幫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藥材？實不相瞞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2公子。哎，我們平西王府的藥庫啊，比之皇宮裡的藥庫也相差無幾。原來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爺啊！公子身份顯貴，我只是跟着兄長浪跡江湖的賤民，和公子地位懸殊，還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實在是高攀了。你這是什麼話呀？你難道忘了，我們昨日在雨中一起營救產婦，而今晚又一起抵禦劫匪，共歷生死，這是何等的情誼啊！你如果再提什麼身份貴賤，那豈不是俗氣了嗎？想不到小王爺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當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麼小王爺了。何況我也是庶出，也沒有資格繼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乾脆啊，以後我們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後我就稱你2公子。哎呀，快點！石標頭，2公子，你可算回來了。我剛才腿受傷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們。葉少俠也找你們去了。我沒什麼事，剛才不過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虧倩影姑娘和葉少俠相助，不然我這一車禍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禮，我們既然有緣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幫助也是應該的。不知那車貨裝的是什麼，竟然比那些財寶還珍貴。你問這個幹什麼？我只是出於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當我沒問。嗨，也沒什麼不能說的。這車貨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歷帝遺物。2公子，石標頭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話，那豈不是太不夠朋友了嗎？本來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護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
會驚擾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偽裝成運鏢的，低調行事。可是沒想到，還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貿然前行了。就快進入山西境內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總兵舒介，讓他派人護送我进京。公子體恤百姓，實在是令人感動。不過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剛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財物，如今剩下這一車，在常人眼裡看來，並不值錢的東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驚動當地的官府呢？千影姑娘說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錢，但畢竟是朝廷下的明旨所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萬一再出了意外，不僅卑職性命難保，只怕還會連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爺。所以，萬萬不可再大意，還是盡快通知舒总兵前來護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烏合之眾，倒和我們一樣，像是經過特殊訓練的。我雖然之前練功走火入魔受了內傷，但對付幾個劫匪不應該如此吃力，而且他們的身份很是蹊蹺。但他們卻只是劫財，對吳應奇押送的永歷帝遺物卻一無所知。石青紅已經連夜派人去通知山西總兵舒介，恐怕過不了幾日，就會有大批的人馬前來護送。到時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難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為強，趁着天色還沒亮，石青紅又受了傷，殺了吳應奇，拿到金鑰匙，這樣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吳三桂的內鬥。這，葉師弟，你這內傷還沒好，而我也不想濫殺無辜。哎，不如我們換一個辦法。那你有什麼好辦法？這吳應奇是個文弱書生，毫無江湖經驗。今夜我們幫他擊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當成朋友。我想進去接近他，從他口中套出金鑰匙的消息，悄無聲息地把金鑰匙拿走。這樣也好。只要我們拿到了1號金鑰匙，朝廷一定會以為吳三桂故意隱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吳應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殺了他，那比我們暗殺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過，吳應奇雖然看起來是個文弱書生，恐怕很難對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話嗎？我試試。剛才我看你逃走，吳應奇居然不顧一切、奮不顧身地追了出去。看來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葉師弟，你別亂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麼會在意像我這樣的女子啊？師姐，我知道你平時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願意跟我們這些師兄弟親近。其實你臉上只是有一點小傷，其他都無可挑剔。在我們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來，吳應奇對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機會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鑰匙呢？一個人的容顏再美，也會逐漸老去。我們應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為皮相上的一點小瑕疵就鬱鬱寡歡。姑娘，其實你只是一側的臉頰有一點小小的傷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輪廓卻是那麼的精緻。誰？是我，吳應奇。倩影姑娘，這麼晚了，沒打擾你休息吧？哦，請進來坐。啊，我就不進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礙姑娘清譽。哎，對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燒毀了，這是我為你準備的一些衣衫服飾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歡？
多謝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賤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無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別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灑脫，倒是我太拘泥於禮法了。那就先這樣，我告辭了。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費心了。那你為何不穿呢？這旅途之中，風塵僕僕的，我捨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麼吩咐？找一個幽靜之地，讓我們避避暑。等熱浪過去之後，我們再走。卑職遵命。瞧，撤！我快輸了。倩影姑娘不僅武藝高強，連棋也下得這麼好。我雖出身寒門，可在鄉鄰裡有很多隱居的奇人異士，他們都很熱心，經常會教我們。所以，無論是琴棋書畫，還是武功技藝，我們都略會一些。原來如此。在這改朝換代之際，總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祿的前朝高人，寧可隱居山林，傳道授業。這樣既可以獨善其身，又兼濟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吳三桂雖然現在權傾天下，但誰不在背後罵他是賣主求榮的大漢奸？可是從吳應奇的話裡，似乎能聽得出來，他對他父親也有些不滿啊。公子，你這話要是被令尊平西王聽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確，
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確實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卻可以放下一切，暢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優美，一时興起，獻醜了。這首《鳳求凰》，我不知彈了多少遍，可從未有過今天這般盡興。姑娘配合的簫聲恰到好處，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石將軍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彈得這麼好。我家公子琴棋書畫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軍這樣的高手坐鎮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無憂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歡彈的就是這首曲子，不過在下是個粗人，戎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葉少俠，你可知這個曲子是什麼曲子？此曲名為《鳳求凰》，乃司馬相如所作。相傳，他曾經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愛，最終俘獲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嗎？沒想到葉少俠自稱獵戶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學多聞。石將軍說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學多聞，只不過臨湘有一個私塾先生酷愛古琴，我有幸聽他撫過此曲罷了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燭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燭。叶师弟呢？哦，他有點事耽擱了，要晚點才到。這就是那1號金鑰匙。嗯，這是我從武應奇押送的永歷帝遺物當中找到的。只有義父才能辨別這把金鑰匙的真假。但義父回明珠谷清查內奸去了，下月才會回京城和我碰頭。這把金鑰匙先交給我保管。就在我得手的第2天，吳應奇就將永歷帝的遺物交給書劍保管了。那書劍直接當着我們的面，找出那把金鑰匙，掛在自己頸上，貼身保管。只怕書劍做夢也想不到，他拼死保護的這把金鑰匙，居然是一把假鑰匙。遇到劫匪的時候，你們也在這，可有發現什麼線索？那幫劫匪很有可能是吳三桂派來的。在出事的頭1天晚上，吳三桂派人悄悄找到了吳應奇。父王命你連夜快馬趕來，有何急事？王爺問二公子在永歷帝的遺物中可否見過一把金鑰匙？有。卑職奉王爺之命，請二公子立刻將金鑰匙交給卑職，用這把假的金鑰匙調包。太遲了，
我所押运的東西，在昨日已经全部交由山西总兵舒剑。那舒剑一见面，二话没说就当着我们面，直接把这把金钥匙找出来，贴身收藏。据说他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亲自护送这把金钥匙进京，面呈皇上。坏了，没想到我一直快马加鞭，日夜兼程，还是晚了一步。朝廷为何会如此看重这把金钥匙？一開始父王也並不看重，可為何又突然派你索回？卑職也只是奉命行事，別的什麼也不知道。二公子若有疑問，待回到滇都之後，親自問王爺吧。那現在怎麼辦？來之前，王爺已經做好了各種打算，要卑職無論如何把金鑰匙帶回去。事到如今，卑職只能假扮盜賊，強行搶回金鑰匙。到時候，還請二公子和石將軍多多配合。誰？緊接着第二天，舒劍就遇刺了。石青紅率着手下假作抵抗，我和葉師弟自然也不會真的出力。舒劍雖然是個好將領，精通兵法，卻武功平平，而吳三桂派來的一幫殺手們，個個武功高強，不一會兒就將舒劍帶的200精兵殺得七零八落。看來，吳三桂已經知道了金鑰匙的秘密，否則不會派人連夜追回。只可惜他萬萬料想不到，我們趕在舒劍之前就已經調包了金鑰匙。他們不惜劫殺朝廷命官，擔了天大的干系，卻只找回一把假鑰匙。這倒是個好機會。康熙跟吳三桂本來就彼此猜忌，我們正好可以借此機會激化他們的矛盾。那舒劍傷勢如何？他一直昏迷不醒，但還強撐着一口氣。千萬要留心舒劍傷勢的變化，同時留心舒婉心是否出現。如果有意外的話，馬上聯繫我們，千萬不能讓康熙提前得到消息。我明白。原本你拿到金鑰匙，我和葉師弟就準備趁着給舒劍尋找良藥的機會不辭而別。可如今出了舒婉心這個變故，我們也只能再回到吳應奇的身邊了。辛苦你和葉師弟了，我們這邊就不如你們那邊順利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了銅匣，又被人調了包。關於明珠谷的內奸，我和葉師弟也想了很久，卻不知該懷疑誰。以後大家行事要更加謹慎，如果有什麼行動的話，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千萬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消息。好，我明白。大師兄，我該趕回去和葉師弟會合，再一起返回吳應奇的身邊了，以免石青紅起疑心。樊師妹，葉師弟為什麼不來見我？他究竟去了哪裡？我也不知，問他，他也沒說。二公子，這欽差大人遲遲不來，難道咱們就一直在這傻等嗎？時常有人在皇上面前進讒，說我們平西王府的人居功自傲，不把朝廷放在眼裡。眼下出了這麼大的事，皇上又特命欽差來此查案，我等自然應該恭敬些，以免落人口實才是。二公子，如此維護平西王府的聲譽，若是讓王爺知道了，一定會非常欣慰的。我只是在做我的分內之事，我父王知不知道，都不重要。所以說，王爺的這幾個兒子裡，就屬二公子最為人後。吳公子，欽差大人還沒有來嗎？應該快了吧。那我們兄妹二人可需要回避一下。那倒不必，二位都是我吳應奇的朋友，刻意回避當然不需要。但是如果二位不習慣接待朝廷要員的一些繁文縟節，當然也可便宜行事。待我事情處理完畢之後，再與二位一同上京。那我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如我們就留在自己房裡吧。也好，那就隨姑娘的意。